水肯定听讲。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9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9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就是解说甲如是顶心，尽是众生。各事自性自度，是名尽度。咱前面呢，就是解说甲如是顶心，尽是众生。所以即马要解说就是各事自性自度，是名尽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射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不济地打破愚痴迷惘众生，各自度。邪来正道，迷来恶道，愚来智道，恶来善道，如是道者，是名为尽度。即马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这个所在所解说呢，就是属于四方世观。四方世观，六祖大师所讲的，甲咱平常所讲的四方世观有所不同。对于众生呢，是伫说明心中的众生。心中众生所说明的呢，又阁是属于心中的迄个邪迷、狂妄、不善、嫉妒、恶毒等等的这个心。这个心呢，拢就是叫做众生。这个呢，搁再甲换倒转来讲，也会使咧讲，因为是有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等等，所以这名叫做讲众生啦。假如讲若是无这个心呢，也就毋是众生，也会使安尼讲法。那这个心中的众生呢，各需要自性自度。会当好自性自度呢，这名叫做尽度。自性自度，就是说明讲，在心中的这个众生乃是咱自性中的众生。既然是自性中的众生呢，就是自己爱来度。除非咱自己度以外呢，什么人都无法度来甲咱度。那会当好自性自度呢，这才是名叫做尽度啦。这个自性自度的意思，比如讲咱个人的邪迷、个人的狂妄、个人的不善、嫉妒、恶毒等等的这个心，这呢，乃是咱个人心中所有的烦恼心，要咱个人所有在个人心中所有的烦恼心若是无由咱家己个人来去甲伊转变，无由咱个人来去甲伊解决，什么人有法度来甲咱解决呢？咱敢若讲一个执着心就好，譬如讲咱执着这项，执着迄项，要咱心肝所执着的，人甲咱解说，咱呢袂当好将即款的执着见来甲伊放弃。若安尼，什么人嘛无咱的办法。到有一天咱想通了，将迄个执着见甲伊放弃，迄个所在呢，咱的苦恼就无去啊。安尼呢，就是自己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根本呢，除非咱自己以外，什么人是无法度来解决咱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心中的问题。咱自己心中的梦想，自己心中的恶念，自己心中的执着，只有咱自己来解决。这也就是遮所讲的自成自度的意思。会当好自成自度呢，这只名叫做净土。下面就要来解说，啥物叫做自成自度。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讲：好名自成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讲这个自成自度啊，就是咱自己心中的邪见啦、烦恼啦、愚痴等等，或者众生。伫遮所讲这个众生呢，就是咧指咱心中的妄念。那这个邪见啦、烦恼、愚痴等等这的妄念啊，就将迄个正见来甲度。邪甲正，这是一种的对立的物件。所以这个邪见呢，有需要正见来去甲度。所以伫遮所讲这个度是啥物意思呢？度啊，就是一种的对治。度就是对治咱菩萨所修的六道行，也就是六种的对治。比如讲布施、度见贪，也就是讲布施啊，会当互来对治着天见贪心。当咱一个人有见贪心，要用啥物来甲伊对治呢？也就是讲要安怎样，会当好将这个见贪心甲伊去掉咧？爱布施，凡是你若肯布施，你这个见贪心自然就无去啊。所以布施咧就度见贪。甲这同款意思，咱心肝内底有邪见，心肝内底有烦恼，心肝内底有愚痴。只要你若是有正见啊，邪见就无去，烦恼也无去，愚痴也无去。所以才讲做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的众生呢，就爱将过这个正见来去甲伊度。所以叫做这个正见。什么是正见呢？这个正见啊，就是会当好来了解苦集灭道四谛真理啊。这呢，也就是正见。在五圣论原咧讲呢，讲凡是迷呢，就是迷迄个悟的；凡是悟呢，就是悟着迄个迷。咱正见的人啊，会当好来了知心是空无，安尼呢，就会当超越了迷悟。无迷悟呢，这名叫做正解正见。在五圣论者所讲的正解正见，甲咱一般所讲的正解正见有所不同。我拄则伫咧讲，所谓叫做讲正见，就是会当好明白，会当好来了解苦集灭道的道理。那这个苦集灭道呢，就是四谛啦。这个四谛的道理，也就是咱世间的一定因果，出世间的一定因果。咱要来了解苦集灭道四谛道理，伊的着眼点啊，就是讲伊的出发点啦，咱是在世间苦。将这个世间苦，会当好来进一步正确了知痛苦的原因到底是对来。
现就是咱每一个众生拢伫这所在受苦。也这个痛苦的原因是对倒会来呢？痛苦的原因就是咱的烦恼、咱的罪业。如何要来消除痛苦？那就是必须把烦恼罪业给去掉。用什么办法将烦恼罪业去掉呢？佛就教咱种种的修道的方法。以这个修道方法，会当好将烦恼、将痛苦给去掉，迄个所在，就是会当好来得到不苦不乐，也可以讲会当超越了苦乐的涅槃的境界。那这就是属于四谛咯。会当好正确来了解四谛的道理，也就是会当好来了知世间出世间的两定的因果，也对这个因果有所了知啦。这个当然就是正见，有这个正见，就会当好打破迄个万物因果的邪知邪见论。也当有这个正知正见，内心的烦恼、种种的迷惘呢，自然就消灭。所以呢，以这个正见来对治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那是依照五圣论所讲，咱为什么太迷啊？迷就是迷了咱所应该爱悟迄个真理。迷了迄个佛性，这个悟呢，就是悟迄个迷。人迷啦，对这个佛性真理人迷啦，咱会当悟啦，那这就是悟。所以这个迷甲悟呢，这是一种的对态物件。咱正见的人呢，会当好来了知心就是空的物件。心既然是空，哪里有迷，哪里有悟呢？有迷有悟啊，就是有众生的差别相，才变成有迷悟。那既然心也空啊，众生的差别相也无啦，就超越了迷悟。在无迷悟迄个所在呢，才会使你家叫做讲是属于正解啦、正见。不过在法界次第中有一个讲见四谛分明啊，名叫做讲正见。那这呢，也就是在前面所讲的会当好来了知苦集别道的道理，叫做讲正见，该是同款的意思。即摆咱所讲就是解说甲邪见、烦恼、愚痴，或者心中的众生。由正见来甲对治，下面讲既有正见，思不戒敌，打破愚痴迷惘众生，各国自度。讲既然有迄个正见啦，就会当好来用迄个不戒智慧来打破愚痴迷惘的众生，各国呢？自己来度家己自己，这个正见是咱学佛修行中一个真正重要的。假如讲咱若是见解无正，安尼咱学佛修行绝对行去偏差的道路。这个正见这是一句总讲的话。但是，咱一个人的见解偏差呢，可以讲就是千差万别，各个不同。那这个各个不同，或者会偏差的见解，咱也会使你以一项来做标准，就是讲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你的思想、你的见解。若是无下着佛法的真理那你这呢就是名叫做邪见。会当下着佛法的真理呢，就是属于正见。有这个正见的人，就会当好来使用不戒智慧。
由这个佛界智慧，将愚痴迷惘的众生给打破。直接讲打破了愚痴迷惘的众生，当然就是在只讲打破了内心的妄念。内心有愚痴迷惘种种的在分别念啊，给打破了，就各国呢自度就是讲自己呢各国度自己，那名叫做讲做各国自度。迄边讲邪来正道，迷来恶道，愚来智道，恶来善道，汝是道者，名为正道。讲假如若是邪来了，就用这个正来去解度；若是迷来了，就将这个恶来解度。这个愚痴若来了，就用智慧来解度；恶若来了，就用这个善来解度。讲一旦安尼度呢，这只名叫做正道。这就是以一项呢来去对治一项。凡是生起迄个邪念，就以正念来去甲对治；若是迷惑呢，就以这个恶来去甲对治；愚痴呢，用智慧来甲对治；恶心呢，就用这个善心来甲对治。安尼这个对治就名叫做正道，就是讲实实在在呢，会当好来度脱了邪迷、愚痴、恶毒心等等。对于这个度的方法，咱伫这所在只是干那讲邪来嘛，就用正解度啦；恶来呢，就用善来解度。也是要怎样度法呢？咱摕一个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咱内心起迄个恶念，想要来害人，在这个时阵假如讲咱若是有发觉讲这是一个恶念，迄个时阵呢，咱毋是讲将这个恶念来甲伊拍回死，毋是这个意思。当你知影讲你起恶念迄个时阵，随时起一个善念来，起这个善念来，自然迄个恶念就无去啊。咱即摆过来讲一个较具体的，譬如讲咱看到一个人，咱心肝胆起一个恶念，讲我要来害这个人，要使伊受痛苦。在这个时阵呢，咱假如讲若是有迄个智慧，随时发觉讲，袂使哩我是一个学会修行的人，哪会使你起一个恶念要害人呢？哪会使你讲要使人受痛苦呢？我应该要有慈悲心，爱使会当得到利益，使会当得到快乐才对所以当你这个恶心来，你发觉到了，赶紧的起一个善心，偏偏是对迄个人。你起一个善心，迄个时阵迄个恶心呢，自然就无去。对于邪来正道，也是同款意思。当咱起烦恼时阵，就入面讲世间呢，根本就无因果。有当时阵，因为受到环境所逼，虽然是讲做真好，结果呢，也无得到迄个好的果报。迄当阵呢，心肝就起烦恼，讲因果到底是对，迄佛祖拢骗人，那就变成一种邪见咯。邪见来这个时阵，假如咱呢，若是有迄个智慧都讲你安想法毋对世间确实有因果哪里是无因果呢？所以你这个正念一个起，迄个时阵，你讲无因果的这个邪念自然就消袂掉。
但会当好邪来正道，未来恶道，有来地道，恶来善道。这啊，必须要有八戒智，就是讲自己咧，必须要有智慧。假如咱自己若是无八戒智慧啊，自己虽然是落在邪见之中，自己呢嘛毋知影讲自己的想法错误，自己迷啦，却也毋知影讲自己就是伫咧迷，自己愚痴也袂当了解讲自己呢是伫咧愚痴。自己起恶心呢，自己呢也无发觉讲自己啊，就是伫咧起恶心。所以凡事会当好讲邪来正道，乃至到恶来善道啊，重要的也是有运用家己自己的智慧，有发挥了自己智慧的妙用，才有办法。这边讲由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八戒智拄却希望思想心时啊。在前面是咧讲众生不变誓愿道，现在是佫进一步，就是要来讲这个烦恼无变誓愿断。但是咱一般四方誓愿的文是咧讲烦恼无尽誓愿断，也在这个所在啊，是讲烦恼无变誓愿断。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或者是烦恼无变誓愿断，无尽甲无边呐，拢是咧形容非常的济，非常的济。咱众生的烦恼呢，是非常的济这个不得了。那遮尼真济的这个烦恼呢，必须爱发誓愿来甲伊断掉。要安怎样断呢？就是啊，将咱自性的八戒智，这个自性的八戒智，也就是讲咱自性心中呢有八戒智慧。八戒智慧呢，乃是咱自性心中所记住。就要将这个自性心中所记住的八戒智慧，爱将希望的思想心来甲伊拄却。安尼佫做讲做希望的思想心呢？这个思想心就是分别心。咱心想迄项，想即项。咱想迄项呢，就对迄项物件去甲伊分别；想即项也对即项物件去甲伊分别。但是呢，咱想来想去啊，拢都是空的啦，无一项都是真的。这呢，名叫做讲做希望的思想心。这个希望的思想心嘛，就是咱的心呢，是随境迁流，本来是无这个分别念，因为呢，境界所甲咱刺激，所甲咱牵引，就引起咱这款的思想心出来。比如讲，咱一个人。为什么他会要共偷摕物件，或者是要贪一项物件呢？假如讲无迄个物件伫你的面头前，迄个时阵，因为你无想到啦，所以你袂对迄项物件生起贪念。迄个物件伫你面头前，迄个时阵呢，就引起你的贪念来，可见你这个心呢。乃是这种的希望不实，因为是希望不实呢，才会生生灭灭，随境生，随境灭。假如讲你这个心，那毋是希望的，那就是讲真实的。那是这个真实的心嘛，就毋是生灭。真实的心呢，就是永远存在，就变成讲你有这个贪心。过去是对这项的贪心，现在也是这项的贪心，乃至保持到未来，也是对这项的贪心。不过咱人的这个心，咱人的念头啊，
真容易变，连要变安尼，连要变安尼。比如讲，忽然间打一个梦想，想讲要来去佚佗；忽然间打一个梦想，讲我要来去做工课；忽然间打一个梦想，讲我要来拜佛。梦想打来打去啊，无一个是真的。这呢，就是所讲的希望的思想心。那这个希望的思想心呢，必须啊，将咱自己的不接地来甲伊去掉，将这个希望的思想心去掉。这个烦恼啊，是无量无边，但是烦恼究竟是啥物呢？就是咱的希望的思想心。六祖慧能大师将烦恼甲伊解说讲，就是希望的思想心。这实在使咱真正容易了解。所以凡是咱心想迄项想即项，乌白想，想东想西，也所想的无一项是真的，这呢就是名叫做烦恼啦。那用安尼来解说这个烦恼呢，我相信啊，咱对这个烦恼的意义呢，更加会当互来容易了解。咱要来断这个烦恼，我咱是要用过自己的智慧。六祖慧能大师在这部六祖大经所讲的啊，真正重视自性的智慧。这个智慧啊，本来人人具足，所以这名叫做自性的不接地。虽然是讲人人具足，却无一定讲每一个人拢会当互来发挥自性的不接地的妙用，也来去对治心中的烦恼。因为啊，虽然人人拢有自性不接地，却是呢外面有这个重重无明烦恼给砍掉了。或这个重重无明烦恼给砍掉了，就等于讲太阳光和迄个真正高的云给压掉了。迄个云压落到地啦，迄个太阳的光呢就失去了。事实上毋是失去，乃是去互压掉了。所以呢，涂骹呢就一片的黑暗。所以你要爱将这个自性的不接地来甲显现出来，也是爱扫除了无明的烦恼心。会当将这个无明烦恼心扫除，就会当好来启发自性的不接地。在启发自性不接地这个所在，会当好拄却希望的思想心。这两项呢，应该是互为因果的物件。在理论上讲起来，好像是真简单，但实际修起来呢，确实也毋是遐尼遮容易。咱要来使自性不接地，会当发挥伊的妙用。一方面多拜佛，一方面呢多听经，一方面多看经，多了解佛法，安尼会当互引发咱自性不接地的妙用。来去拄却了希望的思想心。最欠先听众，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即马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